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45回。到欧洲啦，到雨火油啊。那么现在准备啊，经济压力啊大追，花钱做主赛呢，手啊体我已经结合，连拉动老师看啊对得对，也得手续的好，我自家屋里四衙门跟随定手啊。当然现在关心事体呀，也经走起。其高山一杀，一听曲项说要去围队讨是不来事，这边是动身子啊。高先生安慰曲项，现在谁是为不追？我一切要布置好子了，可以还追得了。那么追是我家里来追，这个李德伟不晓得我是当人当不好。现在我追着门家自己总归要出版。也让你多晓得，我来晓得我是当不好，为取向三乡旅人，大概带来做事动，恭喜我走起的，当不好过来，最过来这是10里烧饼，跟你一场啊，一张诗作，这个一张诗作呢，也是来他归这个，把一张诗作让你到心房里，伙计们刚才都把的。为啥个意思？晓得河的谁人啊没好，取向嘛也不太对。让你到新夫妻讲得个先说的细节，就是把新婚时嘛门子让我讨看，门子讨看是要看几个，这个不是新婚时叫契婚时，也契得差不的。当然手边挪一张火计。地洞里向摆一支笔，挑水某这么用提的笔吧，随了火气浪向也随诗啊。上个种题目呢，谁拿改造何日为笔，题不句诗，拿笔高浪画一个。哪个不句呢？此句有波写清扬，花作来故事作想。昔日旁人凭此笔呀，可能随我走家乡。平稳默契丰富啦，温润的路后水上，三间的有花笔什么景象，18一位章。这个也是是底下嘛，一起来，嘿，个曲项过来看一看。曲项最过来一看，那个水是底的美好，里出个字一个那个水。去姑娘生活来，也弄一张火计，我表明自家的心结，就提起笔来了，火计啦下底下一头，谁拿笔高了过一个，当人一看嘛，曲项的良心真好，李总管不忘记他根本，第一个啥么子呢？笔本红衣，从夫人对爱。恩德是太岁，非分第8几1，今义相依，与个是恩，与我爱斗乐一作一起，三无四德，如有三重，谁能生一男半女，在之龙庭风日恩配，曲项林荫匆匆，离人来宾。哈，这人高兴的是地的美好。崔姑娘的起来，当然是拿个2张火计，这阵都认为有。哎呀，来火计个国，门诊都到新房里向来，总归会得科技。这个我是当不好为取向3下的来啊，总要让到晓得。李家啥脑子比你过来给他提前哎。细吧，一种相对啦下。这你这样说起来，后日的家伙拿起相对呢？那个后日啊，与中唱理想隔壁呀，这啥不是各个北边是起个相对说的细吧？所以嘛，你随那个老乡第4句诗啊，对眼了的，
这300个两队，那这个是哪地方呢？第一句叫党的东梦谁不成，第2句荧光地推出有灵，第3句曲江孤偶让吹色，什么一句两恰相思三相因。回过来给你放他，干脆想看看你阿东。这姑娘一看嘛，个句子提得蛮好，为分享的内当中的意思嘞。实在嘛，你几个平对式了，上对个事来得到，下对个事啊来得下。这个句子蛮好了，当着你东我谁也不清。荧光里推出有灵，偶尔吃好友，大家总归人事为不得了。去江湖无常，吹什么我拿吹响大得手就到河里向去在。2恰相思3相因，是我个牛了，你当想3相。顽口口过来个4个字啊，一样都平对式了。当人去了，不为你上面当不好气的。高是不了高些听嘛，吹下一句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了，还为对上面的内容我家了给打。当不好一口，咱们上这个灯啊点得相当亮。我你一岁最子啊，做现代个蜡烛嘛，它太光以后来，做新个灯亮起来，从来缩灯了它，这是烧特到后头啊，像啥大夫说来了，临时最为放风后啊，这不可能的。我们那里谁拿个蜡烛来把你吸引，再让蜡烛半头蜡烛个屁股，不爱了。一口咱们装备了像一袋火烛了，这个一袋蜡烛啊，名堂叫西梅烛，西梅的了。你往往送的迷信的人话是，哦哟，带火烛在眼睛，心房里想不要用汉人看火烛啊！哎呀，谢不是接他的蜡烛买的，这他们个火烛一袋一5吧，顶哈，将来你来富来的把对的了，一道死。啊！你要是一根上一根都没法子落里个西西来，哈哈！从这个迷信火里面多个，那么个对火烛啊，当不好像不能吃烟，吃烟子那是比斗对夫妻啊，那是不吉利个。那么那北方呢，做新的么蜡烛太光以后来，袋子上向的阳气那个有后座也不对，第3个北方没通个，有2只动个米本了。里挪1只动本，最大后头的那向10条背上过来嘛，提前50个比于大东京，就来看看一米本事，挪到心房里，扒了张背那向1分2本，火做个垃圾去收了个动本里向的动本里是，哪怕在地下来蜡烛太光以下来，在了市里向，这几副位都有后座弄出来。不爱了，对身上一口啊，谁是出色理性安的？我是新的龙马的身，里面是新娘子的当备，两高头出气，把人家做些与人看见，或三只辰光爱路上与人看见，说起来不对啊，你倒是得罪，看得出个3无举以上，刚才取向。谁拿新娘娘衣裳笑一笑下来，甚至拿加上衣服扎上去，为啥就老子啊顶很好？当把好多新个龙马子身，你他把子笑下来，我旧个龙马子身，为啥旧个阿母的胸？这个2套衣裳嘛也都用上，我要做一个空人子，最到心上个的。心上让比对的一还大点的嘞，4点比对，加上你呀，你拿2点比对嘛，这一吃，这的每个包了上个当中，再拿2点比对推一推，开始盖上去一个避风洞，里下面盖了黑了，拿个2套新衣裳是2个比对里上盖上去，上手里下面拿自家个一套。我手里向拿崔姑娘的她新娘子的衣裳给了上，匆忙之间想开张子一口不当你困上了，
拿皮头写起来嘛，里向侪是个皮头了嘿。不爱，章子一合，上水里向上门里包一双新个蛤蟆的靴，下水里向一双新个小夹子，有口嘛，当你困了浪了。不爱了，不爱了，自家身上想不爱了，不过上了，一想高些身上也烂，你对些要心没也虚。后有么搞你来的浪？今朝个天气呢是2月里向，今朝是2月16个日节，也过阴本。当然天也不记得为的暖热了嘿。敌人去开箱子嘛，当把火拿出来一起一个灰吃个木杆，再拿一块白布，来把你包一包，打出去浪的脏。现在去姑娘是别脏。那么吹向乡上，你让开箱子嘛吹向乡上，是夫人啊！我这个最没最，我也一样么子我也打死了，这个是我自家个应当我也弄。啥么子呢？有一张小的故乡，从2种水石的故乡来写。这里向啥么子呢？芝芝麻有个，水石也有个，03年子也有，6里8来个呢。才是他300里内，当然自家，当然是哪个种自家的嘛，应当那样拿之罪啊，并不是推理多了。所以把小故乡拿出来，另外一个小的收好了，也是拿一拿，去姑娘身边对好。当然是拿个小故乡，把那个你回吃个木杆上揪一揪，但还有一个报告分量令你没送。该不了高兴，去姑娘拎了水里向已经来了对了。当把好一想嘛，别个追嘛追，新房们也打理多收。假使推他的么子啊，他要非而挂你说起来哦，临时追来推么子，神水气扬，可是不对的。那相思郎拿一个手，一个牙是屁股的一个红绿人出还一个球，不爱了。啊，娘子。对大岁岁，我们去吧。这个嘛，崔先生，你想当然没高兴。谢夫人叫我一来打理的收租去，不过今朝要奔死的了。对了，太太讲起来，总归有点衣服够。我从小爷娘生出17岁就进相府。太太欢喜得我不得了，今朝不必而言嘛，那可不是，还是到谢夫人商量，到里一带去围团一声吧。啊，夫人，娘子，我看一本是的，不好，真记得，为是你懂得放天之上。baby 太雨来了，也要是让说一声，方才对人早已明，我们是一本事的，你要去baby 太夫人就动身了哦。杨三海，我是的也不错，他如今到来太太公子了，可是太太总归不让你追的。不过我们良心总归对不起太太，谁人家追我随便拿不肯的，这么说干吧，不人娘子，既如谁此对楼放空baby，这个这是凭那个心，哈，我以内这人呢也放空，巴别他放空，何必那个良心好了，根本没好。既如是此放空，baby 太太，好，你这些包拿来得被人来拿去。是。最想我水底下的些白狗，干不让些姑娘，自家眼睛嘚追过来，追到长根水，年底而起的长杆，一开，忙正地浪下，不一句。对正方听这个方向，哎呀，哎呦，那个朝阳溜着啊，个他倒也不听见的，个凭那个心呀，这个汪啷汪啷也可嘛做现在不有动听见啊，
非而不美。哎呀，娘子啊，是，真可惜呀。是。想想太太，我今在至于还想没办法想，凭良心讲，我倒是有点不舍得呢。虽然那不是我自家亲娘，因为我娘从小就死掉的，你终究在我内海。要太太两多眼里，夜放上空恩红。我还见没办法想，正是为出家送夫。虽然谢夫人是大不好，但是我跟你的手转起。我心里想到有点后不知那样子了。太太呀，我此去日下时候娘。后是大人把恩开风，要太太先别干别了。娘子啊，太太也听不到的呀。是。这边那个心呀，起来吧。当八号过来，我家些夫妻来。常规规上配偶打一打老些，把个干不里，是那天我的手头上想去等我，去姑娘做人家领这个些把个，但手头上是对是对的了，发人工。当八号细细哒哒看一看心房里，哎呀这不爱在拿出来嘛，心房门两手头房门，我房门把。柜上有两个动位了啦，离挪月手踏进去，也想手没想不对。假使我随着俺一手，这个钥匙做啥？跟我打出去也不用。上得里到门家开不开，还东墙配钥匙还可以。哈，谁那个钥匙还等于红地人出海了啦？
他来送干了，他一送，这要是当这里面当来了。可是你到门这小开门里去要看见过，也娘到当上看不出，把你拿手一抬，一抬不两手的旁边嘎啦掀开是俺亏两风，把你拿扎起头，这钥匙上他一记一口，那个钥匙当食堂天当食堂天。你家这个钥匙来让当进去嘛，里头门嘎一关，嘎啦到里向，当然匆忙之间看不出，也门隙开了，钥匙来得当出来的了。本人告诉中国一个法得把果子印了到去过印儿头，里面叫过钥匙儿头啊，门里哦哟哈，过来到树地上向，给这是太子个崔姑娘。沙条背浪向过来不得火高浪，样子不稳了啊！恩师，就像心里想中规对些了。你想呀，要求没改，跟这些姑娘的就也得收嘴的了，不是哈溜溜个事体呀。嘴子两步再不走头来，这个叫糊糊忙忙。今朝起着，不知几时再来哦。吃吧，我一不从来花不了钱，只好退路对。刚刚我已经吃眼里看么三姑娘也动气的了。这还不走着头了，腿部磕磕走啊！只觉得七岁一年双一脚，趁谁带带两妹喂。谁的汉？那些他为了梦是小了千机会，想要讨讨，为之呼吸你两高头，所以不能改从此我他那成功夫妻，才为能想不得你腰里想为他利腰的最多。是当我当时上自主，那些推路中居住对，他中间讲我从前在以为，那是将来不会的离开你的，总归在那里旁边，罗里写的我今朝也追着，这个我现在辰光办呢。想想实在有点故意不起，我是够不了手语，你说养家送运，那么我过去非追，为得讨的翅膀，不走头来对三姑娘忙忙，我是够不了后门才子做的三姑娘做娘，为之我一帮高女的懒腰不走的，给他的来做奴才。他们现在辰光，我真不大里追嘛，我特意对不是理在，哪得龙江这样？我终于为你负良辰，后尘终于做人美，越大都有越呀，谁心是缘，不后悔，珍珠儿不可怜我嘞。一披心相记不干，在那黑大花下手内内。人最好啊！看你像是不开心的样子。今朝我把你喜事匆匆来，
只有你开心，何必要如此呢？啊，娘子，不问了啊。他们夫妻恰恰出门，还有一比，还比啥？还比那龙有跟谁相思眼。比波个比波个比波一比波个吧。听家里前儿高，今这个月亮光好的嘞，月这花季不知灯，他比那昆仑月下发红霞丹。也好，想杀一个人里好了，那么这样子首先有动，可见你的门气，你连不耍天要的那个困不惯，还是大嘴，白头的要非好，口一下鼻一句，说起来你压力困不着，要是喝，这些花园里堆堆。哎，娘子对大手手呀！最近一看嘛，一个影子，乃是老人风然神影香。老人风，哎呦，我头上一个人的影子啊，杀伤力里加速比，哎呀，也是一好耍门人。我头松松啊，姐姐本啊，一眨一眨个头子不是看见人好没有劲的来不？月亮光里头子出来抱月亮，风眉头啊是。东下其内的金玉压水深，日里下个自个对些子别好，人工两么莫相伴，自个两得回个听啊，眼泪一直郁闷啊，一家天儿郁闷更新，我要去下，啥不好的，有动可见。来了黑我吹向我们身边的大嘴，发言你口一枪的来下的你大嘴啊！首先你不想想，花园里堆堆，你的心知心一天，哦哟，今这里多一对新夫妻，开心的嘞！啊，晓得噻。娘子不放对大手手，少年的声音我听得没说。开门的名字叫卧龙，乃是卧龙，吃得
水寻可以们个喉咙吃在来让吃水哟啊，经过得到。今天500声人在十大后门跟随天落场地落场起的，要想开嘛，哎呀，那么插工来就是一月铁手收了了，要是咱们不那么弄讲的，听见那开饭，我也发真正也有困难啊！非够互相努力斗出去啊，不来管，不拿办法呢？这个理想13岁也是各人各色，瑜伽时期来当不好，下头门落手，这个大对个做些啊，像那个啊，你倒还跟别干。我跟别干不啷个谁人拉送门里向贴进去啊，我也手开。我想这个一月手呀，别干开得开嘛，个就对面身为是也手个哈。我刚才哪一点了？要是不能够开，怎么拿办法呢？想啥子？开门个喉咙，要是理想。根本是俺我是好的，喉咙大西想办法去偷一个牙子。哎呀，娘子，夫人，手见后门已经收了，没事哟，怎能出去呢？这里是何事啊？不妨得被人去到处是哟。哦，最想带些姑娘看看，你的本事到哪里会做什么的？可是我没晓得那种去想办法的，夫人当心了。哦，他这个办公室姑娘领了啦，当然为你最好的领了大不要紧啊，领了给你实验的哟。你过来嘛，是的，喉咙的房门跟随，房门加上掀开了啦，你忙着里向钻进去嘛，后了的低了的，是让想。一口啊，这个喉咙微风困的了，多拉到台上向，实在喉咙吃这个这样，让10岁哟，我来注意呀，到人夫的呀，我是高子不完不，我又放在拼命的搓地没来搓地，我现在不来的要拿出来看看的，实在不来的遇着。哦，还在，我要放在我吃的花枪来吃，3分小来呢，姑娘就是一抓一抓出来的，放在我窝兰藤火鸡，关于5月就是这里不有了呢哈，楼台就是把弄一块一块，来，当我拿抓过来。拿起来门将我要出西分堂起来，人家都是为出西为文字了呀。对不是，对不是，你到非要来拿5亿来考我个舌头，这个5亿考舌头哎我的，那拢是个5亿考舌头呢，5亿不拿去考舌头，少你让哪里考呢？实在喉咙呼吸养门，你再呼吸门。非什么李嘛、黑嘛、哎呦王嘛，养不下的嘞，嘛就你们不给。那么到了袋子上，像喉咙了，玉嘛，咱只张这个舌头掏出来了，一张嘛就说7个嘛个舌头，那里粘舌头上擦他老天。那么每个舌头嘛扯稀哈了的，那里弄错的别拿5亿来框的，你到这5亿框的舌头，对嘛闻得不得了，过了台了。那啥个的，当然一听昏动没响，这是高困着讲，听课，还是真困着了高困着，真困着个昏动来得上，你去拍背么子，3年1背上背，高困着就说不上背那个，你真困着想还困着了，3年背上背高困着起来。不来是个，一发背眼上背个水，那里昏洞里向挪门一开啊，这个轻轻讲啊，一进来，
一口里补了对浪向，不晓得个鸭子啦多少然后，我也不下去啪啪的几个我说那个鸭子包了上然后不我，在这里吃菜啊，做真人那怎么的鸭子啊，鸭子句啊不来管。根本那北方呢，我说想你包了上然后个了得的，一想的一定从包了上浪向，我这我包了真理有啊。正对旁边啊，对，最道理个上门里，咱正对不必去摸摸不正对的我去摸摸，也不正对飞出来口飞，哎呀，那么是得个里的。昨天代表你个鸭子的过了口刀了，我讲出来的，鸡蛋不我不这么鸡的，那么哪办法呢？不晓得你个口漏的吐出来嘛，过上街上咬过的了，啪啪扣上一起。一口没介绍，张狗浪向过海个鸭子当得灵灵了，还有一个人们啦，昨天不是挂头下来，有一块三个木头三方式的一块木板了，给让你死掉好了，头有门，哦哟，那么心火开，瞧见的，怎么能个吃那个鸭子拿去过了张狗浪，意大利关。放在喉咙啊，与弟兄都来海里2、3、7、7嘴巴，今朝你凭子明了多吃一盘。喉咙是个们不等心我郁闷啊，分落手了，剩下你等来的2、3地方啊。那么你去拿郁闷一落手为的房间里面是这样，那么你像个鸭子包了啥然后啊，包了身上像别了口刀了，吃在子嘴边去的得他，那么别在头上的张狗上一个，你是头当。张狗上一个当8号个别人好，人家告诉来，脑子个鸭子那里出来，门不大的关上，哈啦啦奔过来，哈娘子，夫人来了，人是要打去了啊！谁知哈，要进过来嘛，是那个鸭子这从守门里向推进去，忙正上的逮上去嘛，快！哎呦，上声音都没响，听一听声，还有人声音，不要紧，拿着手拿来，到个鸡骨当里咔咔背他，把老个水门，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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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还有人声音，不，嘎嘎嘎，不爱的，他的力量高比身体受限，为着取下你这只身体嘎出去。去叫林子个血把狗这只个身体嘎出来，当人口里吃气子嘛，也如这只身体嘎出来，到马市嘛，对一到味道，水诺头门吧，鬼上吃，马市也有到个几个当，早晨陪你早晨就的了，啪打了那个鸭子吹出来，拿着手套上去，咵一手。你们背手，你都开呀开不开？这个鸭子我到这里收集起，根本不用账。呀，他好用往生跟你也多的，也多么多的没够嘛，多的少然过去嘛，总归不是少你搞米浪了。当把红马分下等个的吃，根本能往下打不下的。我说个多吃什么好的哇？打我高你。哦呦，出生啊，也好得嘞！两只狗，相互里4只狗，2只口前门，2只口后门了。狗的阳光眼睛好，一口门，认得吧？一个是洞儿当中一只钉，洞钉，一口那个窝头当中往吹响。洞顶到我往进这压力上的，因此个是不够。多大嘴吧？鬼蛮聪明啊，晓得有多大嘴。哎呀，这弄哇啦哇啦，这啥不简单？哪了呢？想起的呀，去年让儿送到老乡吃上一锅白菜，你到新鲜去了，把那鱼夹的不简单。这头面个狗啊，就说要想叫不出个声音是最难听。叫不出来，有的话你不啊，那去想，
跟弗朗下去闷闷苦苦吹，像个脚小的嘞，叫鱼样晓得嘞。搿张头面给苦苦自家个脚小，哇，小不小，小得梅花说起的呢，不样子的呢啊！就说不久呀，当然的也决定，车子高下那个叫龙堂里出来，刚巧要出龙堂，哎呀！也要将道具啊！哎呀，那么不狠，来让花园里向还枪毙一句，你那花园里对不上，一亮光好。那倒是我是来看见子，你不这个什么，要是那鬼这个在，夫妻两个的里里听见声音，支漏了让见。那么啷子支路叫起来的呢？其家与一在支啊是伏羲在的龙鳞正门，这要杀支个了。那么个两年让顾支路嘛，要顾到制作里下去。一个想好坐在灯笼上前头走啊，得冲浪当客冲。后头个想好是很勃勃精神美好，我跟坐头上顾支路嘛，这跟坐头上的有一张几个一张规子的。可见一张支龙忙正周围龙堂里讲起来嘿一声，哦哟，你要想道具啊，挂到口上去，这张鬼子去上来到织泥洞要把你喊个一老么，个支龙吃上头发要叫了，两个声音，哦哟，好戏呀！当不好像一个人的虚心事体不要过啊，叫实际不做亏心事啊，故意敲门不吃惊。故这个比中规的好，一听个声音哗啦啦啦啦啦啦，无地在勾起，好了娘子，不问了啊！是，一吃个的啊，龙堂过来的500人压身。几家隔壁一个大头巾，吹响这眼睛看就是阿有数了，看见的大头们对正红里相一嘛，一早说还不要，那小夫人居住在哪里呀？啊，你心智太急，娘子啊，放心地了，做实在办事体呀。你没偷当，你心太急着，最如在西边呀！啊，不问了啊！他们吃得有心，推开门。不问了啊，娘子啊，楼下有对临兵为与空，你这些临兵啊，那花园里花高浪走嘛为可以。高浪向才是啥子路呀？几里落石西南，并轻易对美西半话。不必种轻易的么当亲笔啊，我是口嫌你两杯个曲里老弟趁我趁风里风呀雨神
金花对大叔叔啊。是。那去这个从低高低到你从后几块人了昏都像的嘞，一粒粉的昏都像，隐隐家里臭鱼啊，估计人家要叫了，一抓一叫嘛，抓叫嘛，轰上来，手上也好的了，哎呦，狗不说话，当帮是不干，我狗了，那现在一抓狗冲上来，把那个当帮一抓叫走这个狗来，这样弹了一脚，吃到空倒来不及呀，哪不说到嘴里的就是啊。